好，我的碗还有什么啊？来，还有什么可以送的？哦，这个的，上海的。哦，上次上海的都送完了，只剩下这个最后一个。觉得上海有点地方很妙，它叫天子坊。我觉得台湾可以有一个地方，应该可以像那样，就是它是鼓励一些年轻的创业者做自己的作品，然后自己开店，然后都是一些首创的，要不然就是自己设计的东西呀。然后我刚好看到一个他们那边以前常常有那个有一段时间啊，也是类似台湾的那种很恐怖的时间那种文革吧，然后就发明了这种机密，可是写伙食费的袋子，机密，然后写伙食费一样，这我觉得还蛮妙的，对，需要伙食费的这边可以放进去啊。你就自己替自己存一点伙食费，吃好一点好不好？在台北工作那么辛苦，这群年轻人瘦巴巴的。我要讲的是530号，好吗？530号，有你的伙食费在这里哦，好不好？后面哦，在后面，好，这边这一排朋友，好过去啊。要传哦，不能自己拦截啊，好不好？要传那个。啊？那是汉娜，我妹妹得到奖品了。是我妹妹吗？对，捐出来，回来。好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可是会照顾你啦，好不好？我先照顾我的听众朋友，他们很辛苦，我们要照顾他们。对呢，好，就是这张掉下来的，就刚刚伸出了上帝的右手，把你连回来。幸运得主是514，514。哇哦，外国朋友哎，恭喜！好 ，lucky， 传过去那边，他应该很明显，好吧？他很白，谢谢你来听我唱歌，谢谢。帮我翻译成英文快点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好了，应该没有了吧？都送了。还有这个啦，这个是我那个我在巴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玩，然后我就还去南特、胡凤跟熊贝里，然后后来再回去巴黎，去抽一个晚上去看那个，刚好看到他们的欧盟的预赛，欧洲足球的预赛，然后法国已经输很惨了，你知道，可那一场他赢了，所以我就买那个围巾这样子。法国人很疯足球，你知道吗？他会 key 档的那种，而且在咖啡厅那种会整个晚上不回家的，所以买了这个。可是他们的那个吉祥物蛮可爱的，公鸡，公鸡。好，最后一个奖了还有一个大奖哦。不要哈。我看得奖是谁？因为第一次看足球，很多人，他们在那个足球场已经全满了吧？全满会坐8万人。我第一次看过那么多人在看足球的。得奖的是131，恭喜！恭喜！谢谢你来听我唱歌，好大奖！最后一个了。我都玩这个梗好了。因为我下一个国家是去香港，那我就写明信片给你，好不好？然后再加这个贴卡，对吧？那你要留下那个地址跟名字哦。名字你可以不用留真名啊，但是如果你地址不是留真的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我就写明信片给你，好，先给你一个巴黎铁塔，小小的纪念。你们好厉害耶！你是有在华师大乐队打工吗？
247号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帮他记一下他的地址，247，好，对，没了，结束了。袋子，Prada 袋子要送了，不要了啦，收工了啦。行李箱也要送哦。我还有一个国家还没去耶，不要这样。谢谢香港。好了，没有抽中的朋友，就代表下一场你要来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不要这样啦，失望那我怎么办？我已经花很多钱买礼物了耶。就是一个小小的乐趣，我觉得是跟大家分享。然后我也很感谢出了这张母语专辑，有很多朋友对我的支持，所以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很。